安尼，咱要开始啊，是搁等一下，再开始。会当开始啦吼。好哦，安尼，即个咱的主办的即个龙光兄啊，吼，伫洛杉矶的秀湾节啊，吼，咱今仔日的主要的讲者吼，迄个颜丽芬颜教授吼，武雄老师，还有志嘉吼，迄个还有大家各位来参加好朋友啦。我看内底真正足侪好朋友的安尼吼，就是哦，今仔日啦吼，会议啦，介趣味吼，我想啊吼，大家应该拢充满期待，因为啊吼，咱今仔日啊吼，请到3位，有 echo 啦吼，我毋知影迄个 echo 是因为我，现在有 echo 是因为，你敢有可能开两个 device？老师，你迄喇叭爱开较细声。我的喇叭爱开较细声。对，因为迄 echo 是为你的喇叭来安尼有 echo 无？OK。哦 OK， 哎哟，安尼厉害，少年人有影无共吼，少年人对迄个电脑真正较熟。所以若是爱较清楚，就爱挂耳机啦，安尼。爱挂耳机吼。对。即摆有免挂，即摆 OK。现在耳机等我一下，我挂耳机，我挂耳机。喂，有啦吼。好，安尼，咱就规站就继续啦吼，继续。咱今仔日啊吼，请到即个3位音乐的实务的工作者吼。第一位咧吼是即个颜丽芬颜教授啦吼。颜教授啊吼，伊是留学德国的吼，伊是留学德国学音乐的。其实啊吼，伊伫音乐这方面啊吼，音乐理论啦吼，这方面琢磨甚深啦，就是讲吼，伊有足侪即个。嘛是迄个教育部啊吼，本土教育会啦吼，教育部的本土教育会的迄个调集人安尼吼，而且吼，常去参加什么金曲奖的评审啦，国家文艺奖的评审啦吼，即马吼颜教授啊吼，正咧主持一个计划，就是咱以前啊吼，国小的合唱比赛啦，大部分拢是华语的。但即几年啊吼，颜教授主持一个计划，就是要编台语的迄个歌本，互合唱，互小学生啊吼，会当伫合唱的时，毋免一直拢唱迄个华语歌，嘛会当唱台语歌。所以啊吼，即个贡献真大啦，迄个伊是真资深的前辈，对迄个民主运动啊吼嘛贡献，嘛有真大的贡献啦。之前捌代表台联的迄个列做不分区的立委候选人安尼，伫迄个。野草莓，就是咱讲迄个学生的社会运动的时，伊嘛拢有靠音乐人去支持迄个学生啦，所以伊是一个音乐理论足饱的迄个人，佮来就是迄个武雄老师啦，迄个武雄老师啊吼，大家拢知影吼，伊就是顶港有名声，下港有出名啦吼，大家拢听过武雄老师的歌啦吼，像迄个蔡振南唱迄个空手梦啦吼，也是江辉什么转来阮身边啦吼，甲迄个施文彬啊吼，施文彬老师啊，施老师甲武雄老师足好诶啦吼，所以有唱真侪迄个歌。我上课是有放迄个武雄老师迄个写实主义的歌啦，较写实主义的，像讲啊吼头家啦吼，就是咧讲迄个底层工人足辛苦的迄种生活，拄着无景气，公司倒去迄种心情安尼，也是讲啥物较加减趁较袂散，就是迄个用夜市啊，咧讲台湾的夜市啊迄种歌啦吼，佮有迄个啥物台语歌吼，就是这个物件啦。迄个武雄老师反正伫歌单内底有足侪真厉害的创作就对啊啦，这大家拢真期待啦吼。第三个啊吼是迄个迪迦啦吼，迄个迪迦咧吼足特别的吼，伊进前啊吼，迄是阮即马伫阮中教大咧读研究所。进前毋是进前啦，进前组的团即摆要继续咧捧啦吼，因有一个团啊吼叫做笑路卡啦吼，即个笑路卡啦吼，
你看因的歌名，因的团名是有汉字有罗马字的。结果吼，我定来讲吼，足趣味的就是，伊去旧年去参加即个客委会办的迄个客家的流行歌的比赛。结果吼，用笑路卡拉的名得到第一名。结果吼，伊的团名是台语罗马字，伊去参加客语的比赛得到第一名咧。你看有趣味无？哦，因啊吼，即个旧年迄个团啦，笑路卡拉入围金曲奖。最佳专辑奖，伊毋是干那入围客语的专辑哦，伊佫是甲其他语言比起来是最佳专辑哦，有入围。今年今年因即摆要做迄个招安的客语一个歌啦，招安腔的迄个客语介特别，伊甲台语较晚，甲迄个其他腔的客语程度较远，因为招安伫漳州所以伊对即个。伊当然甲台语是较晚的嘛，甲漳州腔的台语嘛，伊毋是伫广东像其他的客语咁，所以足特别的啦所以伫家伊家己晓弹吉他，家己唱咧是主唱，所以咱今仔日三位拢是金曲奖顶级的顶级的迄个来宾啦颜教授是评审嘛。迄个武雄老师是有得过嘛，有得过。志家是入围嘛，有3位，而且年龄拢无共嘛，所以今仔日应该是真精彩，我家己嘛真期待啦，连我家己拢真期待安尼。所以咱就莫加占时间啦，咱等下流程是安尼，就是咱会先请迄个颜教授先讲，先讲，一人30分钟啦，个人话武雄老师讲，志家最后三位讲者拢讲了以后，咱就是开放来宾自由讨论的时间，的迄个来宾看要请教大家啥物问题，咱就来开讲安尼，好，安尼咱就无搁占用大家时间，咱先甲先提醒一下啦，就是伫流程当中啦，讲者就爱甲 mute。关掉，就是爱甲麦克拍开啊，大家听到你的声。但是其他的人就爱卖出声呢，就是爱甲家己关静音。其他的无讲的人啦，你若是有啥物问题，伫过程当中要问的，你会当伫开讲室下边的下面有一个开讲嘛，聊天有一个开讲，你会当伫遐拍你的问题啦，大家到时阵集的以后，咱就会当做伙请尾啊，请讲者回应安尼。好，安尼咱就先请。颜教授先开始。颜教授，你爱甲迄个离婚者，你爱甲迄个 mute 关掉，你爱开声音，我阁听无你的声。我甲你摕起来看觅，安尼听有无？安尼可能是迄个耳机的关系大家好啦尤其伫加州的即个好朋友我其实因为长期伫公立学校咧教册所以台语实在是讲起来无法度完全讲足标准啦才大家请多包涵因为今仔日本来我就是讲是一种开讲方式啦，拄我听何老师这边讲变做我爱讲半点钟我想安尼啦咱就开讲啦就即摆咱台湾晚10点外10点16分真欢喜有即个机会来甲大家用台语来开讲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啦拄何老师有小讲一下我原来想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我较早是做台中国主义啦嘛做崇洋的，所以迄阵读音乐系的时阵，就想讲要去德国留学德国留学是我的主修，就是迄个西洋的音乐史因叫做历史音乐学 musicology。我读的是德国。因迄阵差不多我看足久以前40年前因的大学要求真多啦，毋是讲我读一个系就会使毕业所以我会读3个系啦。怎读3个系？讲哇，我就干那要去读迄个西洋音乐史，想讲即摆若摕着学位，看会使转来台湾教即个西洋音乐史无？因就是讲爱读3个系啦，一个主修2个。一个 major 2个 minor， 哇！我想讲哇，安尼我哪有法度啦伊讲无你嘛会使2个 major， 我讲2个 major 是啥物款？伊讲2个 major 你就袂使伤近，但是你要写2本
硕士论文。我讲哇，我一本都已经头壳大时，还佫写2本。我讲哦，安尼毋通咧，我是一个 major 2个 minor 好。啊，讲你一个 major 2个 minor，啊嘛袂使伤紧，就是讲迄个科目吼，迄个学科袂使伤紧。啊，所以我尾仔就西洋音乐史做 major， 啊去佫去读迄个民族音乐学吼，迄个咱讲的 ethnomusicology。啊，个第三是要安怎咧？啊，第三我想讲啊，较早要出国的时阵，敢若有甲即个文化较有关系，所以就佫去读迄个文化人类学啦吼。啊，读文化人类学，但是伫台湾是主要读音乐科嘛，啊，音乐科就是音乐理论啦、弹钢琴啦、逐工伫遐练琴啦，啊，所以对即个写报告还是写论文，其实是按头仔开始啦吼。啊，渐渐我去迄个民族音乐学迄个研究所的时阵，才发现讲，啊，人来逐个拢咧问我讲，啊，中国音乐是啥？啊，你来台湾迄边是啥吼？啊，因为早40年前，咱嘛拢讲咱中国人嘛。啊，尾来才感觉讲，奇怪，因讲啊，你台湾来，你哪会中国人？是德国人先甲我问起，吼，所以我慢慢才感觉讲，对啊，我都毋是中国人。啊，即个过程吼真久啦，吼，我伫德国拢种12年吼，啊，即个过程至少5、6年啦，至少5、6年以上，我才慢慢来想讲，我是台湾人，我毋是中国人。啊，所以我就开始转来了，我博士摕到转来了的时阵。拄啊好，我的学校吼，即摆叫做台北艺术大学。较早30-40年前的时阵，30年前是叫做国立艺术学院啦，国立艺术大学。啊，迄阵咧，阮即个音乐系吼真本土啦，所以所有的台湾的音乐系，这是第一个学校通过讲甲台湾音乐史排做必修课，就是讲每一个音乐系学生拢爱修啦吼。啊，其他老师拢已经拢有排课啊嘛吼，啊，都毋是钢琴老师，就是声乐老师，就是作曲的老师、理论的老师吼。啊，虽然讲啊，你伫德国嘛有读迄个民族音乐学嘛吼。啊，我过去啊未去德国以前，我有伫迄个作曲家协会吼，捌做过小秘书啦吼，拄大学毕业的时阵，所以我就对台湾的传统音乐甲现代音乐有一点点认识啊。吼，迄阵要开始学教的时是。就是讲，我的学术的理论是有基础吼，啊，我嘛有知影，啊，我有研究歌戏，但是真正开始落去教是啥，感觉讲根本就无够在啊，吼，毋是无够在，啊嘛无啥人研究。啊，迄阵啊，拄好李登辉总统吼，伊阵就伫差不多1990年代前后，伊就开始咧实施迄个本土化嘛吼。啊，进前对民进党有几个管区吼，宜兰啦吼，啊彰化有几个管区是民进党的管区长，啊因就已经开始咧实施即个本土化的课程吼，啊我有做一寡迄个调查，所以就加减有一寡教材吼，我会使去找着安尼吼。那李登辉迄个时代时阵就开始做迄个叫做乡土课程啦，吼，乡土的课程，啊，就各县市就开始去编一寡什么亮歌啊啦，吼，比如讲，啊是讲本土音乐啦，吼，本土的美术啦，本土的工艺，吼，开始，但是迄个开始吼真慢啦，所以我开始转来了，我就用我伫德国学理论的，我开始做即个台湾的研究吼，啊，台湾的研究就是。原来真困难啦，因为整个音乐界吼是对你会晓西洋的较崇拜啦。我拄转来时嘛是伫各地方会请我去做古典音乐入门啦，吼，古典音乐、西洋音乐的即个讲解吼，啊也很受欢迎。啊，我迄阵就想讲，啊，咱西洋音乐人咧做较济啊，这个毋是研究嘛，这是咱摕因的先果吼，啊来甲咱的人来做介绍、做入门，啊，当然古典音乐嘛真重要吼，因为是世界文化遗产吼，文化遗产啊咧。哦，但是我感觉咱台湾人拢足无自信吼，是安那咱台湾人无自信，像我自细汉是讲台语讲到6岁了，吼，6
入去国校，啊开始爱母语去互压迫，所以就对家己较无信心。啊，其实我细汉诶时，我伫学校拢差不多第1名，我会记第2名，敢若5年是第2名。就是讲我6年内底才1、2遍第2名，但是我足自卑啦，我着拢一直无信心啦。啊，这是安怎来吼？这是安怎来？我尾仔家己咧检讨，就是讲咱诶母语受到压抑，所以即个母语受到压抑诶时阵，你着无肯定自己吼。但这是无研究，我家己安尼分析啦。所以，我尾仔了，我就感觉讲，我来做一个台湾人，而且我若阵会做文化研究诶时阵，是毋是会使互咱家己台湾人更较有信心？咱你对做台湾人有信心，你才会对这个土地，才有会去认同，会去认同。因为你若无认同，就像逐个人出国，就想干那要留喺外国，因为感觉美国人较好，感觉德国人较好，感觉加拿大人较好，啊，台湾都不是什么东西，啊，我伫欧洲诶时阵，因为有读迄个欧洲诶历史嘛，因为德国人伊嘛真趣味。你要去读因诶音乐，伊伫大学内底应该是伫音乐院、音乐学院还是艺术学院。但是你若准备去大学读诶时阵呢，伊要求你爱先第一通过因诶德文诶考试，第二你若读文科，理工诶毋免你若读文科，你得要去学一个古语、拉丁文，啊无希腊文，尾仔我用古中文，我哪会使？佮就是讲对德国诶历史，甲对德国诶文学，爱考过2个考试，所以我就爱去修课。所以我伫德国差不多第一年甲迄个语言通过了，第2年入学爱搁通过因诶德国诶历史甲德国文学，因那是通过甲不通过啊，因为我就对这我哪有兴趣我嘛会晓准备，会晓考试，所以迄2科去考试诶时阵，2个教授因为着所有外国人拢爱考嘛啊，我着考过考过，因就甲我问，因就意思甲我讲，因差不多即几年来我考上好，我做即个外国学生，我算考上好啦。啊，你讲啊，真可惜啦，阮着干那你通过甲无通过尔，无互你分数，啊无你定足悬诶分数安尼啦所以这我嘛感觉讲，也袂歹，咱做一个亚洲人过去因德国人嘛是足有迄个民族优越感嘛啊，其他人就是讲反正通过不通过，我就通过就好啊，大家嘛是应付应付。啊，我哪认真甲准备认真甲准备，啊认真考，啊考过时感觉我成绩真好，所以因甲我讲，真可惜，阮都无互你分数，啊你就是通过啊，都无法度互你真悬分，因为无即个成绩安尼啦所以我转来台湾了，但对转来台湾做即个台湾的研究，还是真大的要安怎讲挑战啦第一个就是讲，我出国10几年，啊，伫台湾呢有一寡学者，因已经伫台湾做即个本土的研究，已经做真久啊，所以因会所研究的物件可能比我较深入那我要按遮落去的时阵，就变讲另外一条线啦。啊，佮规个音乐界内底，甲规个等于讲喜欢古典音乐这的人，因嘛拢感觉讲自己好像很高贵、很高尚啊，所以最好你就是做古典音乐，你讲古典音乐，你的地位会较悬譬如讲进音乐厅，就足侪人，医生啦、律师啦、大学教授啦，甲大家拢感觉讲古典音乐。啊，你去讲歌戏，你讲去唱台语歌，你讲台湾音乐，其实呢，伫迄个社会地位，甲大家咧安尼讲的时阵呢，你是算比较不受重视的但是我家己有即个信心啦因为我也无讲就爱甲遐有钱人，甲遐就是讲怎样讲，他们没有很认识即个文化物件所以我就点点做，点点做做，尤其是即个台语的部分啦我拄初转来时，迄阵拄好差不多邓宇贤咧复兴遐个30年代的台语歌啊，我嘛有一个疑惑啦，就是讲奇怪，是安那大家对即个30年代遐个歌哪会遮尔推崇，一直咧唱？
是毋是因为政治的关系，吼、政治的关系，感觉要怀念一下古早物件，吼、是毋是遐歌境界遐尼好，吼、我当时有存着这样的疑惑啦，吼。个萧泰然老师吼，拄好伫90年代时阵，差不多1992年、93年，因为伊本来嘛乌名单嘛吼，伊才登来台湾，报纸啊吼，迄个媒体吼，真甲推崇吼，嘛甲真啊吼，拢真甲娱乐，真侪人就爱伊的音乐，但是伫阮音乐界内底，譬如讲作曲界内底老师呢，大家拢比较要往前卫、创新安尼讲吼。因就有人就有意无意之间啦，吼，就讲啊，伊会敢若较浪漫啦，吼，好像较毋是遐尼新啦，吼，迄个口气中就无像咱伫迄个媒体看报纸，还是讲伫一个爱乐人士吼，口中讲就讲，萧老师真音乐真感动人吼。我嘛是咧想讲，是安怎会安尼吼？因为我读迄个音乐系也算是一种学术哈，迄个科学论证，我就想讲好，我就不爱人云亦云，我嘛不爱讲甲听，作曲家我同事安尼就讲，我就去甲做研究，然后我嘛搁听迄个90年代咱较开放了，真侪人做即个台语歌吼，我就去甲研究，我才知影讲哦，30年代1939年，遐老歌写甲足尔好，就是讲，萧泰然老师的歌写甲足好，即个问题伫倒位咧？伊对语言，对迄个歌词的研究甲选择，拢真讲究啊，这咱无法度咱一句一句安尼讲，就像我有用学术的迄个理论来甲伊研究，就是讲咱的台语歌足歹写，足歹写。拄仔何老师咧讲迄个，我可能爱小可纠正一下迄个我毋是咧做迄个合唱曲集啦，也毋是讲做迄个合唱。咱即摆已经有叫做乡土歌谣、乡土歌谣的比赛，因都拢有咧唱客语的歌台语的歌原住民的歌，是已经有迄个，但是迄就是每年拢搁另外选一寡自选曲还是指定曲啦。我即摆咧做。教育部委托我做的是讲，咱来选一寡曲，互迄个小学的老师，小学老师因咧选曲的时，毋免被局限在迄个教科书啦，我所了解的音乐系出来，有真侪人是毋捌台语歌的，但是即个台语歌，但是讲咱的课纲就是课程大纲内底是有写讲，着爱有。认识台湾音乐，爱唱一寡本土的歌，定咧这方面咧拢被忽略掉，是甲 pass 过安尼啦。因为有的毋知要安怎选择歌，所以就是讲教育部，比如说我甲伊建议啦，拄仔何老师讲这是对啦，就是讲甲伊建议是讲，咱按一寡已经大家唱啊，咱会使讲很受欢迎的这个歌。咱搁来甲找这个受欢迎的歌，搁用，就是讲已经受欢迎啊，受欢迎要安怎讲？就是讲有出谱，有出 CD，真侪人咧唱，咱来甲收集，来甲整理出来，甲出一本谱，来送互真侪这个国小的老师，讲咱即摆无音乐课，咱即摆叫做艺术与人文，我咱会使提供迄个母语的老师。即摆咧做是迄个3年级、4年级，就是用迄个本土语言啦，咱的母语的歌。大家有人安尼问讲，你是安怎无做客语，无做原住民语？因为咱有另外一个客家委员会甲原住民委员会，因拢有咧做即个工作，像讲客语已经出足侪本的迄个歌曲，还有创作，就是这方面比较有迄个有即个资源伫咧啦。变做讲上侪人讲的台语，变做才无人做即个讲来出即个谱安尼互迄个教育歌曲方面，大家会使用的安尼啦我先讲到遮啦看大家若有问题，我再搁来甲大家开讲安尼好无？好，感谢即个杨教授啦，即个
就是迄个背景啦，迄个时空背景有无？就是对李登辉时代啊，吼，一直到迄阵啊，吼，迄真正就是咱台派的文化人拄着的问题嘛，吼，所以就是我想啊，真侪朋友应该拢有真大的迄个共鸣才对，因为大家真侪朋友拢有经历过迄个时代嘛。啊，其实像我的背景，我嘛甲杨教授共款是留学欧洲的，所以阮伫欧洲拄着的状况啊，吼，啊，甲倒来台湾的时，大家倒来拄着的状况啊，吼，嘛是共款呢。我拢会记得啊，吼，阮爸拢会甲人讲啊，吼，讲啊，我送伊去罗西亚读册啦，吼，结果啊，吼，倒来咧甲我教台语啦，就是迄像差不多迄个杨教授讲的迄古典音乐甲迄个台湾音乐迄种关系迄种的话，因为大家对家己的文化无自信嘛。啊，咱共款一开始啊，吼，我其实甲杨教授共款，就是用欧洲的方法来做台湾的语言的研究啦，吼，做台语研究、台语文学的研究安尼吼，就是结合迄嘛，吼，啊，到尾慢慢行出家己的路、家己的风格安尼，吼，好，安尼吼，迄个咱迄个大家要先，我想啦吼，咱先拢讲了才做伙来讨论，也是安怎？也是讲啊吼，大家有问题要问迄个，即马随啊问杨教授的，你着会举手一下安尼，有无？咱全部讲，我想咱全部讲了，下来讨论较好哦。全部讲了嘛吼，好，就是安尼歹势，因为吼因为我拢足早困的吼，所以哦，OK，嘿，就所以我想讲老师会有啥物问题，甲我问一下，啊，我莫撑伤久的时间安尼啦，差一两个问题就好啊，个因为还有人爱搁开讲嘛。吴勇老师较歹势啦吼，咱等下才开始，咱大家先甲迄个杨教授的迄个讨论刷安尼好啊？哦，OK，我先来问，我冇问题，我按公教啊，不要紧。杨教授，我住伫洛杉矶哈，我是郑龙光，我想要请教你一个问题啦哈。你对即个长老教会的新圣诗2009年哈，这本圣诗你敢有参与还是讲有熟悉？因为我照我所知吼，因为这你拄则咧讲的足共啦吼，因为讲过去的迄个古圣诗吼，大部分拢是采取即个两三百当前的欧洲的作品作曲家吼。啊，咱2009年这本即个咧主编的是陆维德教授，伊是读 UCLA 的迄个民族音乐，所以甲你的背景嘛不止啊共吼。啊，伊内底的音乐内面，就是讲伊采用旧的圣诗，迄欧洲伊敢若采用差不多50%，啊，再25%是采用咱迄个本土的创作，啊，较另外25%是采用迄个第三世界的音乐，所以我是想要请教即个教授讲，对即本即个圣诗，你敢有去甲研究过安尼？这较无啦，因为伊咧，我本身毋是教徒吼，但是我有一本圣诗啦，嘿，因为咱的西洋音乐其实是按迄个，就是讲甲基督教传入来台湾的是有真大的关系啦，所以我身躯边拢有迄个圣诗吼，啊，这本我旧年差1年前，我有拄着骆维道老师吼，还有送我。嘿，所以你讲的情形，我知影，就是讲有一部分，这变做我爱甲恁请教，讲恁感觉这本新的信息恁用起来嘛？变做是我想要甲恁请教的。我是感觉讲吼，咱即个音乐艺术，实是对咱文化影响，实是足无形的啦吼。所以你无形中你就去互影响去。所以先来开来讲，即个基督教的内面，伊变做讲咱一直用西洋的音乐，所以会感觉讲。对，你信仰基督教了后，伊无形中你会去受到即个西洋文化的影响吼。我想即种影响，毋是干那讲伫音乐方面，伫艺术啦，拢共款啦吼。啊，我会感觉讲，伊即摆因为伊较采用即个第三世界音乐了落去吼，迄个互迄深刻会真无共款啦吼。就是讲，咱讲要定金本土，咱讲信仰要含咱的。日常的生活咧，本土有关联吼。我若用着即本圣诗，你会去敬，你会感觉讲，哦，原来即个上帝伫世界各国而且受苦难咧，第三世界拢是被殖民的所在嘛。所以迄种的对神学的了解，还是讲对上帝的了解，因为你采用无共款的作曲吼，还是讲用
无共款的即个作词的人吼，用较本土的人，感觉就拢无共款吼，甚至讲像迄个圣诗内底有一首叫做迄个高俊明牧师写的，李家甲写的诗，啊，伊本地较早录伊都毋知影是伊是用西洋音乐去甲配，啊，然后即摆即个新圣诗内面吼，陆伟都较用即个靠调啊去甲配即个高俊明即首写迄首诗吼。哦，迄个完全听起来感觉完全无共款，同一个歌词吼，啊，因为无共款的曲去甲配的时阵吼，哦啊，迄听起来完全无共款。是啊是啊，我对即个信息吼，我是有一个感觉，但是因为我毋是教徒，就是讲进前的信息有几啊版嘛吼，前迄个19世纪，迄阵上头是用迄个福建迄边过来嘛。那我有靠一个较深的迄个感受，就是讲有诶歌词吼，因为伫足早以前编诶，其实咧对现代少年囡仔来讲吼，毋是足下因诶迄个要安讲话习惯吼，啊个有诶咱诶台语吼，伊甲按上去的时候，对咱诶迄个台语诶词，迄个要安讲？不管是迄个声调的起伏还是发音吼，拢无讲足下诶。所以其实脑准有可能遐50，但是因为这伫教堂内底，所以圣经甲圣诗可能逐拢毋敢去叮当。我纯粹是按用迄个音乐的部分来唱我的部分，感觉讲迄个圣诗的词吼，若准会使搁改修订更好的话。这是我毋捌讲啦，因为我家己毋是教徒，我无伫即个教会内底，我也无伫遐唱歌吼，我纯粹用迄个，我研究台语歌对即个虽然我毋是研究台语吼，但是因为我原来研究歌戏，伊迄个声韵吼，因咧唱歌是足有学问的啦，所以若准会使小可有即个教会的人会使长老教会人会使甲即个信息，就是讲咱即摆搁咧用的遮。迄个歌词，下一次若做迄个歌词，会使搁甲改甲搁较符合现代，还是搁较符合迄个台语的语法，我是感觉会搁愈好啦。多谢。但是我会当个请教因为即个机会足难得啦吼。佮请教因为我离即个问题离我学觉想足久啦吼。因为我是过去我有参与即个美国台湾人联合基金会，阮每年阮有办迄个名家演奏系列吼，迄阵阮含即个萧泰莲伫阮即个基金会内面合作真久啦吼，所以到一个程度，变做萧泰莲过身了后阮内底有一个较少年的，伊专门咧做古典音乐的，从咧纽牌林吼，就想讲要去找即个阮遮有一个迪士尼好吼，感觉迄个。南加州遮，阮 LA 遮有一个迪士尼好，遐大部分改成是 LA Formula 吼，咧主持迄个 program 吼，所以阮即个少年伊算嘛是读音乐的吼，伊就去含即个迪士尼好要制接啦吼，结果伊会得到的答案倒来是讲，对，即个萧泰莲的音乐足好，伊大部分拢是浪漫时期的歌吼，但是毋过吼。毋过，伊写歌的时代毋对啦吼。若是讲伊写迄种浪漫时期的歌吼，伫差不多100-200当前写的时阵，伊成就会足悬啦吼。但是你讲到即摆的现代的即个的人去写古典音乐来讲吼，尼变做讲因对迄种的评价就毋是遐尔啊悬啦吼。我即个，互我即足疑问的，我是足爱听迄个萧泰莲的歌吼，伊做的词吼。变做讲伊的音乐吼，含迄个曲吼，咧配合拢足好。毋然安尼，伊家己写的词的内面，尤其是写圣诗的部分吼，伊嘛写甲拢足尔啊好安尼就对啦吼。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讲，即种的考虑，敢是干那是对读音乐史的人会去注重这？音乐好就好啊，你对一个时期吼，来咧写啥物音乐，你敢有需要共管遐尔啊济？这我会使来解释一下吼。
你讲迄个 Disney Concert Hall 吼，迄个嗯2018年尾啊有入去演出啦。我毋知你迄阵有有到尾啊，两三当前有，嘿，我知影，但是我知嘿嘿， 2018年啊，迄边我有去美国啦，我有去参与吼，就是讲，主要是安尼啦，即个国位，但是德国一个真有名的迄个音乐学家吼，我那历史，迄个咱讲叫做历史学音乐家吼，叫做 Dalhouse，伊就咧讲即个代志吼，伊就咧讲即个代志，就是讲我最近拄含我的研究生，迄代志来，因为你啊 cannot bring up。吼，原来有讲着即个代志吼，我想简单啦，因为咱的时间无讲真济吼，啊后壁还佫有咱有两个迄个要甲咱开讲，这是无问题，就是讲伊写不管伊是写啥物 romantic， 还是伊要写 classic， 迄个style， 其实伊若有即有伊的创意，迄绝对是无问题的，吼。那你讲要安怎写前卫，就是因为音乐的好还是无好，还是被接受度吼，即摆的研究拢毋是干那纯粹从一个理论来讲，伊是好还是无好，还是讲伊是前卫还是毋是前卫吼，即摆已经毋是安尼啊。咱即摆还佫有新的迄个叫做音乐社会学吼，就是过去的可能前一个世纪到70、80年代，大家对流行音乐还是一片挞伐，就是讲学院派啊，到尾已经拢接受啊，就是讲流行音乐，好，迄个 pop 还是 jazz， 伊就是融入在人民的一般民众的生活里面，所以无咧讲你这是旧的风格还是新的风格，只要伊即个物件是伊有创意的内底，无去人抄袭，吼，有创意的内底，因为你讲迄个 romantic 的和声的进行啦，还是讲伊的各方面，迄你若毋是拢甲抄过来，你甲运用。然后，比如讲，肖亮老师也讲到咱的民歌，吼，咱的民谣，咱的流行歌，比如讲伊1947序曲内底，伊就用了一条很漂亮的旋律，就是迄个，原来一条流行歌吼，啊，佫用到咱的民谣吼，一只鸟好舅舅，啊，伊到尾啊，后壁迄段用到两段迄个歌词的合唱，吼，啊，迄个合唱语言会影响伊的 style。所以，伊用台语的时阵，让这个1947序曲呢，变成一种新的创意。所以，虽然比如讲伊的和声啊、转调，虽然是西洋的较古典的物件，但是因为加入咱的迄个历史的意识伫内底，佮加入咱的两个真无共款的台语的歌词，所以伊用这个台语的歌词，甲写作合唱时，这个1947序曲成为一个不朽的作品。这都毋是讲你去用迄个理论讲啊，你这分析，你这无啥，啊，你这分析，伊的调性嘛真简单嘛。啊，咱嘛看着真侪真伟大的作曲家，真伟大的作品，其实若要纯用理论来，都说不过去。所以即摆这拢毋是问题，吼。啊，尾啊，台湾，我咧讲的是讲，我对初等的是尾啊，我咧讲尾啊批评伫背后的批评伊人，尾啊拢信服他了。即摆已经无人，莫讲即摆到10年前吼，肖老师还未过身以前，即个反正文人相亲啦，音乐家嘛共款。尾啊，即个听因咧讲啦，已经拢无咧讲，大家拢真信服伊的物件，就感觉讲因听了，我想啦，因听了嘛是会感动，所以这你就毋免怀疑讲，吼，还是讲有个人咧讲这个，你就甲听听就算了，吼，因为作曲家拢感觉讲我的上好，所以别个拢无好。尤其若准迄个人诶声望比你较好诶时，比伊较好诶时，当然着爱小可安尼甲批评一下吼，表示讲啊，我会做了较好，这是难免吼。这艺术家各方面诶艺术家拢是安尼吼。啊，我做一个音乐学诶，阮是较客观啦，吼，我用各方面诶迄个啊，甲一个理论诶方法是较客观，所以伊要写什么款诶风格，写什么款诶 style， 其实伊若有创意，如果大家爱乐者，会使接受感动，而且一代传代，那个都没有问题。好，啊，简单那个回答。多谢。
安尼 OK 啦吼。谢谢。安尼，你有其他的朋友有要问问题无？紧诶，无干老师要迄个休困啊，咱要继续后一个议题啊，嘿，有无？好，真感谢甘教授啦，吼，即个离婚者啊，安尼今日来甲咱开讲安尼吼。啊，其实啦吼，就是咱先感谢甘教授啦。啊，你等下若要离开，随时会当先休困袂要紧啦，吼。好，谢谢。好，真感谢。我先去请一个，我再离开啊。好，谢谢。啊，拄仔迄个任老师有讲到一个物件，开讲间有问题哦，有人请教。有问题啊？有啥物人有要问吓？来请，咱时间有限啦，把握时间来请入去。写入开讲间内底。桂林，你念出来好啦。桂林，拜托你念。真简单的问题是，请问讲袁教授，即马台湾的学校使用你的台湾歌，因的效果如何？敢有你的看法是如何？啊，其实我嘛是借用即个机会吼，想要请教袁教授，你伫讲的讲，即马咱台湾若是讲用，你讲伫即个古典音乐界吼，有较关键的即个阶级即个身份吼，啊，即马是毋是有转变？即马咱来用台湾歌，啊，而且咧另外佫一个问题就是讲，伫个咱的各级的学校内底，即马使用台湾歌的情形，是毋是会当佫有普遍化、有提高无？多谢。第一个问题吼。即摆是安尼啦吼，就是讲，因为已经差不多过20几年啊嘛，咱的本土化已经过20几年吼。啊，伫迄个，我应该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啦吼，再来讲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讲，伫学校内底吼，各级咧讲即个咧唱即个台语歌的情形啦，还是无好啦，吼，还是无好啦吼，因为即个音乐系内底迄个崇洋的迄个状况还是很严重，崇洋状况还是很严重。啊，个音乐系。迄个聘请的老师吼，因为你拢比较以技术甲伊的声望，啊，即款拢差不多真早就拢出国，啊，比如讲10几岁就去美国，10几岁去法国去德国，啊，因对即个本土的迄个观念还是迄个较少啦，吼，就是讲这袂使怪因啦，因为伊就可能10几岁就送出国，啊，所以钢琴的 piano 弹啊足好啦，佫得奖啊，所以转来安尼吼，还是讲唱歌还是啥。所以，伫迄个音乐系内底训练，拢还是以西洋为主啦。啊，那中国音乐是又以中国音乐为主啦，中国音乐为主。所以，这个唱台语歌伫学校内底吼，啊，佫无讲真普遍吼。但是因为迄个咱即个母语的教育，就是何老师吼，大家咧努力即个母语的教育呢，就是讲有台语的比赛吼，啊有即个乡土歌谣的比赛，所以已经比过去好足多啊啦，吼，我是安尼讲，比过去好足多。但是照阮的希望，我想到何老师的希望，我们还是觉得不够啦，吼，等于中小学啦，音乐系内底唱这个台湾歌还是无够。啊，我即摆来讲第二个，就是讲，但是因为这个社会还是足需要，吼，社会还是足需要。比如讲，因若阵开始毕业了，还是讲博士班，因当咧哪读册，大跟哪个去趁钱的时阵，因才发现讲。因去参加迄个婚礼场，吼，还是因去参加一寡晚会啥，大家拢要听台湾歌啦。所以变做讲，因为着即个事实的需要，现在大家拢着爱去，吼，有诶去面嘛是讲啊，即摆拉一个黄昏的故乡，吼，还是拉一个什么30年的歌编曲，哦，足受欢迎。变做讲，因毕业了进入社会，反而才能比较。会去接触，就开始去学啦。上大改变是声乐界，这声乐界伫我咧读册是40年前，现在声乐家连唱中文歌都不唱，不是台语歌，中文歌都不唱。好，到尾啊咧，中文歌会唱，连台语歌伊嘛会唱，因为因发现讲，你来唱这个歌，补助也有啦，企业界也会提钱出来啦，吼，啊个社会像即摆一寡迄个咱即毋是疫情关，淡薄无法度出国嘛吼，啊，就一寡所在创作敢若西洋的迄个城堡啦吼，啊，创作咧英国式还是啥，啊，就请声乐家来唱歌，啊，请声乐家来唱一寡西洋了，嘛甲伊唱一条迄个望春风啦、古雅花啦，还是唱一个咱台语歌，
咱发现讲，这人客大家拢足欢喜的，所以有一个本来了台语的声乐家嘛开始唱，这是这两年我看到情形，所以若阵甲过去来比是好足多啦吼。若阮各位伫美国，啊个真久以前迄个现象，即嘛是好足多啦吼。好先，安尼甲你回答吼。谢教授啦吼，其实这真正是安尼呢。你伫海外吼，是阮真正伫罗西亚留学，我开始接触迄个台语歌，因为我伫遐迄个是讲暗会啦，办一个暗会代表处要办的，啊结果吼，阮就有个节目吼是唱台语歌的啦吼，就是遐大学的学生吼去遐交换的去唱台语歌，结果全场上回应上热烈的就是迄场啦，因为大家都爱听台语歌啊，尤其是吼，迄当阵因为迄当阵是我来丢的迄个活动的嘛，有一条是黄昏的故乡啦，迄台上啊吼，也是讲去遐足久的人啊吼，因为罗西亚较无乌名单袂走去罗西亚啦，但是我知影美国、加拿大迄边搁较严，搁较有即种情形，就是听到迄个什么黄昏的故乡啊，什么叫着我黄昏的故乡，什么一直咧叫我，迄大家目屎就要顶落来安尼，迄种就真正会当打动人的感觉安尼，所以咱真感谢即个颜丽芬教授啦，甲咱带来遮精彩的分享啦，即个个来刷落来其实头拄仔颜教授讲到一个歌词甲melody啦有啊，讲姓氏的是讲到迄个歌词甲 melody 若无共啊就是共一个歌词用无共的 melody 去配，迄感觉就完全无共嘛。亲像迄个雨夜花，进前是迄个廖汉臣的迄个什么春天到百花开，红蔷薇白梦年这边几丛，迄边几枝，开甲真济，真正水。但是迄个 melody 是夹起来无解。甲无啥会起来嘛，最后来改做迄个雨夜花，就雨夜花，就迄个歌词甲 melody 就足嘛字啊，对无足活，所以就规个有名起来安尼啦，所以有关即个部分啦，我想咱说落来迄个讲者一方面就是普罗啦，就是迄个武雄老师啦，武雄老师伊是真厉害、真特别的，咱讲台湾传奇的作词家啦，伊对迄个什么台语介了解啦，所以什么伊的歌词那伊咧处理什么导音啦还是什么迄个什么意境、melody 甲歌词迄种有配合了，就有够熟悉的啦，有够熟悉的。所以咱是毋是刷落来甲时间紧来交互即个武雄老师啦，武雄老师你嘛是先讲半点钟啦，才交互大家来回应讨论安尼所以咱就是感谢颜教授欢迎武雄老师安尼来武雄老师请。OK， 大家晚安大家熬早，足奇怪的问好事，但哪有人讲？我是第一摆碰到即个情形啦，就是讲以前若咧无闲咧做工课，拢是拼甲无眠无日啦今仔日第一摆拄着有眠阁有日啦听讲也有位，我看有瑞士啦，有法国，有加拿大，有四个拢有，阁有真济好老师的迄个学生所以讲四个我嘛毋知影是啥物原因，我就常用我舞来即个所在我本来就是讲就是来大家开讲安尼尔，我看起来是真算起来变敢若颜教授安尼讲了，变成真严肃的迄个学术讨论啦但是我即个人算讲自细汉我就拢足激骨的，就无爱教，因为我实在讲起来，我自细汉就足册老师的啦，上讨厌老师这可能有报应，就是到即马来拢搁互人叫老师啦其实我迄阵我遮有另外一个迄个是一个账号是 PowerPoint 是迄个 Keynote 可能会当来大家来看，我有一寡物件咧喺即个所在大家来参考看卖，毋知看会着未？武雄老师，你遐试分享画面，我有试分享中央啦。
应该是叫有啊，伊写已共用。经有试啊呢。哦，有，即马有啊，哦，即马有啊，哦即马有啊。 OK，好，好啊来，哦，就是有啊有啊有啊。因为迄个何老师就讲，迄个我有写迄个歌啊，我心内台语歌，我就用即个来做主题，来用我的方式啦，因为我是一个啦，士大人，当初咧讲就是读册愈读愈册，拢读个较接听去迄款囡仔，我也无啥爱学校的生活啦，伊互我的迄个文件内底出现即几字世界台湾文化论坛，我惊一个，就是歌坛我加减有了解啦其他的坛就可能就是敢若西贡坛，我有参与安尼尔，其他的坛我毋捌出现过啦。讲台湾，讲我是加减有了解，讲文化我可能也加减有读过安尼。讲到世界，我就较要人感觉讲，咱人来有史以来往世界号名的代志，上出名应该就是世界大战啦讲到世界这两字，我就拢足研究的，就是若毋是政治的斗争、经济的斗争，无就灾难啦、瘟疫安尼好佳在。何老师叫我来讲台语歌啦，台语歌我就正经了有较有专心咧研究我希望我用较无莫遐尼严肃较轻松，因为我即个人就是算起来就较结骨大家甲大家开讲尤其是咱现场还有一寡少年所以我的语言要安怎讲，就是可能就是像拄则咱教授咧讲的，就是讲学院派一定有一种严肃的音乐但是入去甲生活了后伊会搁听另外一种的物件即个冲突其实就是伫我身上就是真大的迄个明显的迄个要来讲我心内的台语歌咱来破题就是我是啥物人台语是啥物戏歌是啥物戏其实这毋是学问。我毋是咧讲学问我毋是迄个用真严肃的角度来看舞阳是啥物件？舞阳是我的本名，我本名就是姓小姓是王，小姓是王我是婚姻人，我婚姻人我虽然伫台北出世，但是若要叫我讲海口腔，我是加减我是婚林人，婚林大师我甲个小可会晓咧迄个自细汉无爱读册以外咧，即个名就舞阳即个名其实算起来是日本名日本名啦，应该写歌的一个叫做阿布武雄，迄个是日本真有名的前辈就甚至是做好还有一个官的款就叫做舞阳舞阳这两字若要今仔日的迄个算讲有真侪前辈是应该是比我较侪岁，甚至甲我顶下岁遮个人讲的内容我尽量甲互伊大家看较听有的迄落迄个我婚姻人，阮兜有5个囡仔有5个囡仔我是拜迄个煞尾咧少年的可能敢毋捌听过。咱讲万囝，我是煞尾仔囝，阮兜拢讲煞尾仔囝，我嘛毋知安讲我到目前为止算起来算是一个真认真、真专心咧做幕后创作的人所以讲我足罕的去甲人盘烂，罕的去外口甲人直接所以真侪人，你若伫网络要去看，要找我的资料我会当甲大家安尼讲，就是讲你网络顶头佫有看会到的，讲舞阳佫有搬戏讲啥迄拢是错误的，迄拢毋对拢有重大原因是
若正确的资料，我会做了白啊，伊甲聊落来，伊甲检举，甲摕落来吼。啊，所以讲，我是一个算较低调，较无秘真后壁的啦吼。所以一寡资料迄个错误吼，包括你甲看迄个拢甲我无关系，我就是不头前迄种我的烟雾弹，哦，迄我的烟雾弹。我到即摆为止写800几题的作品吼，歌词啊，歌曲差不多10通，听10底啊，无嘛无啥去，因为我毋是一个作曲者，我其实是一个文理思考的人，是一个文理思考的人。哦啊，800几题内底，将近600题是台语歌，哦，将近600题是台语歌，哦。介绍我的资料就是要甲大家讲，网络顶头你看到的，无一定是正经的吼。哦，啊，过来，台语是啥物物件？歌词是啥物物件？歌词，应该是台语是啥物物件先讲啦吼。台语，照你讲，大家拢知影台语是啥物物件。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讲，伫歌词内底的台语吼，甲咱迄个学术的台语的定义是无共款的，包括政治的定义，包括社会的定义。歌词吼，伊是一个较活泼的创作，较活泼的创作。所以讲，比如讲，我替迄个陈雷写过一个歌，一句歌词是安尼：哦，阴暗的天气实在真青，哦，无代志，大家来去趣味。哦，啊，你若讲星即个物件，咱会当来讲天气。你文学内底可能较严肃的讨论学术，你都无可能安尼。啊，但是你歌词创作会使安尼。哦，啊，无代志，大家来去趣味。咧唱的时阵，我都无爱叫陈雷安尼唱。哦，阴暗的天气实在真青，无代志，大家来去趣味。我会可以唱做趣味。啊，这个原因就是讲，你伫生活中都是有一群人，因咧开讲，因咧互相咧搭喙鼓的时阵，因会安尼来讲，哦，因会来讲，我甲孙文斌写过迄个做，啊，你嘛帮忙，啊，你嘛帮忙，即个3字帮忙，即个华语的发音已经是变做台语啊，所以台语尤其是流行歌，我是基本上我是认为伊是较生活的，伊是较生活的吼啊。帮忙3字，我就甲变做是台语吸收华语入来的外来语。哦，用这个观念落去，你讲华语的人，伊嘛会讲你莫遐尼惊吼啊！这件事情我去瞧一下，惊甲瞧就已经都是变做台语，变做和华语吸收去做外来语安尼。哦，有这个观念来讲，这个台语会较较活泼啦，吼，较活泼。啊，流行歌是需要即款的元素，流行歌是需要即款的元素。哦，你若讲一定要讲啊对同吼，一句话就袂晓讲，就无好算啦吼。一定爱讲一句讲都袂晓话，安尼才会趣味啊吼，才会趣味。果不离中，果不离三中，安尼来就是大家叫做啥连喙花吼，大概是这个意思啦吼。啊，所以我咱山顶有我看我爆坏。山顶有一寡少年的吼，你若讲有想要写歌的时阵吼，有一点吼，这段有一点就真重要的，就是讲你唔通听歌学台语，哦，千万唔通，尤其是新的歌，你若要听，尽量你也听较老的，哦，因为新的歌真济吼，哦，人无重学问，啊，歌无照押韵，哦，真代志真济啦吼，代志真济啊。你台语甲学好，再来写歌吼，这个物件才是正确的。啊，若无吼，错误的创作就变做错误的传播，啊，安尼来就出代志，吼，会出代志。哦，啊，歌词是啥物？歌词就是咱若用迄个《诗经》来讲，《诗经》内底，哦，死者知之所知也，吼，在心为之，发言为之，歌词是算起来，对我来讲是真清楚的一件代志，就是伊是一种
迄个心情的抒发吧，吼。迄个诗经内底是讲歌就是意志所去的方向嘛，吼。你心内就是一种意志你若甲表现出来，甲出声出来就变做诗嘛，动情于中而行于言，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慨叹之；慨叹之不足，故咏夸之。这就是你心内有一种激动、有感动，敢若是你心内毋是啊，你就爱出声，出声佫无够，甲讲出来佫无够，你佫加一寡情绪落去，佫无够的时阵，到尾也就变做歌。比如讲咱若讲一个人因迄个心爱的人要嫁别人，迄花轿赶来要去啊，你即摆你看到你心内开始有迄个激动，你就开始赶轿的啊，佫无讲安尼无够，佫你就小等的哦，佫无够，佫来笑落继续，到尾也手啊骹动手动起来，这就是歌形成，歌的形成就是即个物件。就是即个物件，这是一个这定义就是较清楚，但是每一个人有可能有无共款的定义。对我来讲，歌词就是歌词，除了是我的兴趣，是我的人生，是我饲某饲囝的手艺，大概拢是安尼拢是一世人应该是袂走袂减的物件这就是我人生中咧非常重要的代志。拄则迄个咱听大家咧严老师咧讲因当初是安怎学音乐创啥呢？其实我其实高中毕业尔，无爱读册就正经遐愈读愈济，但是我书看足济啦，我学西迄个时阵学西并毋是像咱即摆学生学音乐系即几年台湾即3、5年来，流行的音乐系啦，各种的迄个教创作、教写歌、教流行歌、教商业音乐创作的学校加足济，科系加足济阮迄个时阵是无的阮若要学西要写歌词，要学西我即个年岁是拄好，就是我的启蒙我的幼学情林是要怎讲？是布袋戏嘛，大部分拢是布袋戏歌戏嘛。你就是戏边骹，你听人唱歌电视内底看迄落，学西大概情形我讲互大家了解就是，迄时阵拢看温州大陆甲苏亚文甲庄稼林嘛，庄稼林。少年的你若毋捌听过，你小进入历史小感受一下小感受一下，就是讲迄个时阵。苏彦文出代志的时阵要需要帮忙的时阵伊就爱找一个歌手，迄个歌手一摆即个歌手叫做怪老子怪老子伊是是一个音乐同吉他手伊有一支琴，迄个琴的魔音传脑啥人去甲请出来呢？大部分是。是老三会去找伊，找伊，即摆若要找伊的时阵，伊就会讲我出队啊，你若来对会出来我才要甲你斗相共啦所以伊就出一个莲花渐渐，莲叶圆圆，莲藕好食，莲子值钱，你会当照即个物件对出迄个队来来。迄个通过关伊才要答应安尼。迄个苏彦文伊有一个因某的大兄，伊即摆要讲，就是老三的小妹做老三哥的翁就是苏彦文啦。所以这若要管即摆已经有别人听。都拢舅仔爸母做大舅，迄个苏彦文叫伊舅仔啦，但是阮伊迄阵报的时阵是叫做车舅，做车舅
个夫妻找久，我感觉中港即个名足迄个。哦，啊老三伊算起来算军师哦，伫即个戏内底伊的角色是军师，所以伊也算有学问哦，所以伊咧对就对得袂歹吼，得叫渐渐哦，得讲圆圆，得顺好食得啊值钱哦，这安尼来哦，啊就是一个过关。但是老三因规定去吼，拢阁有其他的迄个。其他的人嘛吼，啊，有一个是其实，我找袂到迄个资料啦。其实即个人号做王三哦，但是找袂到迄个伊的相片啊，哦，迄个可能甲我共款，甲无爱翕相的款，哦啊，所以就找着即个较后壁出现的哦，做真价线。啊，真价线伊的迄个王三甲真价线因拢是号做粗人，较粗鲁的人。哦，较粗鲁人啊，因共款会当对啊，但是物件讲的内容就无遐尼雅，吼，对来鸡喙尖尖吼，鸡卵圆圆，鸡腿好食吼，啊，鸡肉值钱，吼，鸡肉值钱，哦，安尼嘛算过关，吼，哦，啊，过来，即个是算号做小抽啊，吼。就是谐星就对啦吼，抽啊伊叫做下面两起，啊伊伫迄个戏内底伫即个角色的分配吼，即摆较红的名讲叫做人设哦，就是伊是一个就是会当黑白讲的角色啦吼，啊笑开较趣味较心性的角色，哦啊伊咧讲奶头尖尖啦吼。奶啊圆圆，啊奶水好食，啊奶粉值钱，哦。你想感觉安那安尼，但是伊讲起来嘛是有理，啊，迄就是伊即个角色的迄个所扮演精髓所在就对啦，吼。啊，对我来讲就是讲，我自细汉咧看这，感觉上，哦，伫阮兜拢倒咧摕爽快啊咧看电视吼。啊，对即个尖尖圆圆好食值钱吼，伊就是有迄个押韵的趣味，啊有对句的趣味，哦啊我就是讲，啊这我嘛会晓啊吼，这我嘛会晓，哦，所以好用我就来对啊吼，一是尖尖，哦一是尖尖 ，apple 圆圆，哦，过来 A 菜好食。哦，啊，若要值钱吼，就是 A 片值钱，吼，这伫我迄个时代吼，就是大概拢安尼啦，啊，佫遮济咧，所以一个作词者，一个写歌的人，伊其实伫生活伊有真济观察，哦，伊伫迄个资讯的吸收。学问的吸收，其实伊是若要用华语我咧讲，我讲我是叫做杂食性的吼，或者杂食性动物安尼吼，我就是逐项拢食拢去吸收，但是我较无照规矩来啦吼，黑白母黑白相啊这是我自细汉我即个我高中毕业尔，我是为迄个。路边摊啊，吼啊做涂水吼，入去唱片即个行业进前，我咧饲迄个热带鱼安尼吼，哦，所以讲其实是一个多种的分类者，毋是干那单一的尔。哦，因为我有当时啊，我今仔日有当时啊，共一工我要去工会写歌，爱替林强写歌，替萧煌奇写歌，替迄个黄以玲替周雅文甲简雅文两个，就是讲我一个时阵爱替真济人同时咧思考因的歌词要安怎写，所以我必须要入去因的角色内底，哦，所以这个结论就是讲，
比如讲，我若要写即块歌，我著爱等一摆乱来啊，我著早著死啊，哦，起死昏昏去啊，哦，所以讲写歌诶人其实即个歌毋是我去表演诶，毋是我去表演诶，我是咧替唱歌诶迄个人，哦，伊伫台顶诶身份替伊写迄个口碑，哦，替伊写戏文，所以我是一个较像编剧诶角色，较是一个，这是真济少年人写歌诶人无去思考诶代志，就是讲，因定来咧讲咧写歌啊，写感觉讲啊，这个迄个，我都毋是安尼，我个性是安尼，我都毋是安尼，但是即我咧讲笑可以时阵，就定来咧讲，你讲这华语歌或者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啊，你若互金城武去唱诶时阵，啊，你逐个都爱去弄壁，你哪有可能讲？这个金城武个很丑啊！你安尼，其他人要安怎食穿，就无迄个空间啊嘛哦啊，所以歌词啊，作词人我就是一个编剧，就是讲我爱根据每一个歌星，伊即张专辑要想啥，要讲啥，即个人伊平常想啥，哦，要讲啥。啊，这是一个真危险的工课，哦，一个真危险的工课。比如讲，我若为替一个歌星写一个真纯情的歌，啊，结果伊过2工，因某就伫半暝啊，迄个写文章讲伊安怎的时阵哦，哦啊，连我都连带，时阵我敢若，好似敢若我咧甲替伊讲白菜安尼，你写歌的人就会连带落去。啊，但是事实上，作词人的迄个影响力，哦，伫即个歌内底的迄个决定权是足少的，就是讲，唱片公司的头家出钱，吼啊，制作人伊决定迄个物件，唱歌人要唱毋唱，哦，一个歌词要互一个公司采用，吼，其实经过迄个关卡有够济，然后啊，作词人其实，是一个应该是。照你讲无名的迄个身份就对了，哦。哦，过来，啊那安尼歌词是要安怎写？哦，歌词是要安怎写？这我伫迄个过程30年，我写30年嘅过程内底，互人问的上专问的一个问题，伊就是问讲，哦，啊你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先有词啊，先有曲啊，这甲咱咧讲，啊，你是先有假啊，先有两共款意思哦，先有假啊，其实，要安怎讲，就是讲，你若先有词，哦，写词我迄个曲我袂晓嘛，啊，我写词来思考就是讲，写词有2种，一种是作词，一种是填词，就是讲，你若先有词，你词写出来，互人去谱，哦，去作曲家去谱曲，迄个是作词谱曲嘛。啊，你若先有曲，伊曲出来了后，吼，啊，我就去甲填词，哦，啊填词。啊，咱拄则咧讲着讲啊，迄个歌词爱听有吼，还是讲颠倒音嘛啥的。即个代志是伫现在，我是敢讲毋通听流行歌学台语。唔通听流行歌学台语，就是讲真济，就是你甲你甲注意，就是有太济一声哦，因为一是入声，啊，你若甲看，就是伊是我的医生，足济就是种一声，伊就变唱做医生就对啦，哦，啊，心内拢是你，啊，伊较拢啊唱着心内拢是你，哦，拢是你，就是即对的问题，就是伊对音的关系甲词的关系是无了解，就是讲台语七声八调，伊有关系嘛，吼，哦，伊有关系，哦，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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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melody 伊嘛有关系，啊，你哆来咪，哦，哆来咪，哦，啊无人知听有，啊，你若咪来哆，无人知就听无啊，哦，就听无啊，啊哆来咪。哦啊，英语无共款，英语就是我 I love you， 咪来到 I love you。英语敢若因为伊敢若有关音甲假音啊，
华语嘛是有，因为四声其实伊嘛是小可有即个问题，就是我爱你，我爱你，哦，迄拢会产生一寡听角顶头的迄个重大的问题，哦，所以讲作词，你若先有词谱曲的人，主要对即个语言有相当的了解，相当的了解，才会斗会捌。你譬如讲望春风，遮尔经典的一个歌，月亮笑阮是戆大台，伊就颠倒音啊。哦，台是爱照你讲爱唱悬的。哦，我咧想有可能陈武宪是客家人，伊受日本教育，哦，伊对即个物件会讲究较无遐真。哦，当然毋是讲有小可有颠倒音就会好定讲即个歌是一个真经典的好歌，但是你若会当搁较清楚的，会去当搁较清楚的，哦，迄是较好的哦。颠倒音是安怎遐尼重要？就是讲，比如讲咱原住民伊本身以前是无，若讲无用拼音的时阵，伊是无文字嘛，是无文字，伊用迄个音乐用声音来记录因的文化。哦，譬如讲你要去拍山猪，你爱安怎用唱的嘛？伊唱一个歌，一个原住民的长老，迄个头壳内底，伊就是分一个图书馆，伊当唱足济歌的，要安怎掠鱼，要安怎种树啊，要安怎迄度。你若唱了重大去，哦，关键音，是讲意思去走去。你台语上明显的就是马甲马嘛。哦，我一定要成功哦。哦，因为佫入声佫有力。我一定袂成功，就迄共款迄个调爱关键无共，伊就意思完全相倒变啊。你若叫原住民伊迄个歌斗了无好诶时阵，迄出代志哦。你要去拍山猪会叫山猪拍去。哦，所以讲，即个词甲曲，这是一个真重要，这是一个配合诶物件，一个配合诶物件。你像伫外国吼，伊并无迄个。这作词是通做啦，真济拢是即首歌伊就有作者甲写出来，因是共同一个物件迄个，这拄则讲过啊，所以安怎讲就是你爱去注意迄个，歌词甲是歌者的台词啊，敢若讲迄就是讲故事的方式嘛。你安怎讲故事？但是讲故事的方式一种就是讲。故事的灵魂是感情，故事的形体才是文采，就是讲你用啥物字，其实事实讲起来，迄是技术啦。有一个西洋歌叫做《Tears in Heaven》，Eric Clapton，伊就是伊有一摆去演唱会囡仔拢带去，囡仔伫饭店无去现场，囡仔咧耍，为着饭店的楼顶摔落来，过身去。过用期伊尾来就写即个歌Would you know my name？ If I see you in the heaven， 就是讲，你若是我若是伫天堂看到你的人，你敢会佫会记得我的名？这是一种真沉重真互人甘心的歌。但是即个物件，毋是写歌词的人会当编出来就是讲写歌的人，我拢甲讲，你绝对毋通写即个款歌，你绝对，你若写即款歌，意思就讲你发生即款的悲剧嘛。就是即个物件是人的造物会敬物，所以即个物件是袂当学袂当教的，是爱去体会，是爱去生活。但是咱会当学的、会当教的，就是形体，就是讲你一个故事要安怎用文字来甲表达，这个物件其实读册的时阵拢已经有学过，迄就是修辞嘛，就是这个物件，我伫迄个维基百科内底找出来，我有遮尔济什么比喻，就是他的眼睛像月亮嘛，人生宛如朝杯丁嘛，转化
哦啊，那个设问，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哦，这一叠就是通古通北通西通恨同时期，哦，加一个夸示，我决定爱你1万年哦，啊，那个我唔是好娘家，我就是路要家，哦，这个咱讲的这个吼，拢较早听人讲台北不是，听人唱台北不是我的家，但是我一点仔都无感觉，这物件吼，拢是读册时阵有学过，哦，啊，其中我有一点我这个物件，哦，因为年要到啊，吼，这个特别讲一就是讲这个对学这个物件，对学这个物件其实是创作的，尤其是诗甲词这款物件咧创作。这是上重要的吧？这是上重要，就是讲你不用对文英嘛，哦，这样呢，这就是上有名是伫迄个，嘛袂讲上有名，因为真无偌久才个搬，声音可能袂当出来，我嘛毋知，我试足久诶，都甲拄遮迄个共款，就是讲，啊，伊个就是咧讲。你若有看即出电影，应该就加减会了解，哦，会加减了解。其实我找即个是因为我本来要用即个物件，是因为伊用配台语的配音，我感觉最好耍的，哦，最好耍的，哦伊到尾也有出现即个物件。华语讲好工整英语讲即个叫做啥？这个就比较念的，哦，对联，哦，但是咱即马咱较看啊，伊乡里里共三夫子，不识四书五经六义，更加加7、8、9字，10分大胆。哦，唐伯虎是10色9平，做你8两7钱6字，5文4字，并且3心两意一定下流。你较看，头甲解较其实字无共济嘛吼，无济，而且这个长句嘛，讲长了无共款，这毋是号做对啦。这毋是叫做对，伊讲叫做对参长，这个其实是错误的，吼。其实这个物件，伊的迄个离古典文学内底，其实伊是叫做哦小错大，为小错较大呢，哦，就是前2、3、4、5、6、7、8、9、10啊，伊这对就是差不多算倒转来，差不多算倒转来。这个物件伫迄个。诗甲词内底是真济吼，一记2、3字，哦，这拢是，这种物件是，算讲古早时代可能是较无代志做吼，读册人写文章的人吼，拢开真济精神离算遮，做甲文字游戏即类的物件顶头，即类物件顶头，哦但是这个是各种语言拢有诶迄个现象。有个现象吼，台语有一个叫做1钱2元3岁4少年，哦，5好嘴6家贵7皮8鱼，9强10家4仔向12无千两，这是讲拍七啊诶招数诶款，哦你若有听陈明章诶，哦，这囡仔时阵嘛遐，伊个插语方式早古台3个讲棍是插语，这嘛是拢用错字来迄度，哦。不用老师歹势，请你这个加紧骹步，就是较紧的安尼，因为来啊，所以我就写即个歌，吼，这就是互你看，就是作词不用，吼，我歌名也做一暝听光辉，哦，因为光辉的歌有够济啊，吼，你有心情的规暝听吼，两眼真珠泪，3更趁月圆，4界找无伊。这是一个歌词的迄个 A 段哦 ，A1，过来4界找无伊，3更趁月圆，两眼真珠泪，一暝听光辉。哦，我共款四句吼，22我变做 A1、A2 就个写完啦。哦，十字路百花开，千言万语，较像的也是段诗。哦，为杂百千万较长。哦，段诗是光辉的一张歌，一块歌以前发表过一块歌。哦，千江水万重天。
吼，夜空等，无人转来阮身边，吼，即个空甲即个无，吼，就是为数字为即个甲对甲转来人无，啊，转来阮身边嘛是一个歌，吼，啊，安尼来，各位 A2 甲揪落来下骹，安尼我就写完一块词，吼，写完一块词。就是讲你若无一个刻的时阵，要去先去写一个歌，啊，你爱安怎去思考，安怎去安排，吼，啊，用什么古早时代你已经学过的迄个招式，吼，落去处理安尼，吼，啊，这因为声音较歹流浪，我就卖无要放歌吼，啊来，啊大概就是即几年的台语歌其实讲起来吼，种类有够济啦吼，啊有真济人咧讲啊台语歌哪会敢若一定安怎，其实吼我要讲一句实在话、良心话，就是讲真济人吼无听的歌无够济，所以你会认为讲台语歌拢是安怎。其实台语歌伫现主时，一年发的唱片要食百地的台语歌，其实各种的无共款的形态拢有，各种的音乐风格拢有。哦，啊，咱若正经对流行歌、对台语歌有兴趣，其实即马足方便的，就是你有一个串流的迄个账号，你就会当听足济。哦，你即两个月，哦，佫有一寡位南北管加入去流行歌内底，吼，啊，你要听上新的，包括迄个什么死亡金属啊，啥物的，你要听演歌，啊，佫有迄个物件，迄我真丰富的迄个创作力，哦，所以讲，若有可能的时阵，吼，就是讲加听一寡咱以前无听过的歌。哦，这安尼来，对流行歌才会有帮助啦，吼，流行歌才会有帮助。因为你讲严肃的音乐，吼，严肃的音乐伊的创作相对更较慢，伊的影响的人会较少。啊，流行歌其实伊的影响加足大，尤其是即马网络的时代，吼，会当讲少年辈拢是用现代的物件来思考，吼，感谢安尼大概即个心情，感谢大家，好。哦，感谢武雄老师啦，有够精彩的吼，这个分享啊，我想吼，大家应该学到真济。其实武雄老师真正是伊看足济啦，足快，伊毋来是头拄仔讲的迄个对中国的古典的修辞啦，吼，来找灵感。其实啦，武雄老师有摕西洋的音乐啊，吼，来做迄个歌词来填歌词啦，吼，哦，像啥物波斯市集啦，迄古典音乐啦，吼，伊就甲填做台湾的迄个加减弹较袂散啦，吼，啊是啥物理查克莱德门啦，吼，伊迄个音乐剧啦，吼，伊就甲谱做迄个啥物头家啦，吼，啊，拢用甲足水气的啦，啊，佫有 Michael Jackson 的 Beat Me 啊 ，Beat It 啦，吼 ，Beat It， 伊就甲翻做像是老大，哦，迄气口有江湖气口，就是足多元的啦，吼，啊嘛有迄种爱情的，嘛有社会写实的，啊嘛有迄个较严肃的，嘛有啥物灵感的乌鸟，哦，你讲灵感，那一直拢无灵感，你写词咯，要安怎吼？哦，啊，这足精彩啦，吼，大家有机会啊，吼，咱这个武雄老师个请教，哦，啊，今仔日时间真迫啦，所以咱吼，因为今仔日3位啊，吼，拢是足厉害的吼，啊，所以吼，大家咱时间较迫，咱即马就先请最后一个迄个智嘉吼，先来分享，哦，啊，分享了，大家若有问题，再个留来个讨论安尼，好无？来，智嘉，你有伫线顶无？智嘉，哦，歹势，我袂记你饲 mute，安尼大家有听到无？有，啊，你的画面即马无看到你。我先放一个阮的迄个演出，先小解一下，因为大家毋知影我是谁。好，OK。安尼大家敢有看到？有看到。好。安尼大家敢有看到？有。安尼我放啊。好。声音会使吼。哦。对啊，你也袂放声音咧啊，你也袂开始要来声音。好，我先小解者，这是阮今年去伦培，就是教安文化馆翕的一个 live session 啊，迄时阵就是病毒安尼啊，阮就趁
趁拢无人的时间去拍安尼，嘿。无声音哦，无声音。你的重用吼，可能爱选一下，因为无听到声音。你要分享的时阵，爱选迄个 video 甲 motion 哦。video 甲 motion，安尼安尼才有声。有无？无。搁放看即卖哈。即摆是暂停的，要哪有声？你爱先放落，才有先试看有声无？放啊！无。我要搁暂停。你先若 stop 是爱 sharing，放声音安尼，你要先给 stop sharing，啊，这个 share 一个。安尼啊，安尼搁一摆。一届，啊，选迄个选正确的。安尼敢有？你放看卖。哎哟，安尼敢有声？无。哎，安尼，敢是 meeting window？毋是 meeting window，是下迄个。毋是哦，即个应该是无声，即个敢若你的桌面尔。Tika，你是爱选下骹遐有一个 share 有？有，我有 share 啊，但是啊 share 有你就知哦，正边遐是 optimize，有三个 option，啊，你爱选第三个，就是 motion and video。呀。伫倒手边的上顶面。正手边上顶面。啊，你敢有选 motion and video？安尼，安尼应该有啊。你即马无 share。对 ，motion and video， 一个。先 share。好，你敢有声？有啊。好，感谢，阿妹，好。生命的意义，你天地是类对，了解是类的送，咱这向帮你分，啥非法？爱唱嘿，爱一家，朝朝等爱你，等爱你，朝朝到你。
好，就这条歌叫做酒倒互啉。好，就是安尼我要摕转来，stop，安尼 go to by screen 好。好，这条歌叫做酒倒互啉我想讲，因为拄好无歌词啦，伊无这个歌词，但是实际上应该有诶，但是我毋知讲为虾米无去安尼，所以对，就想讲，互大家听看觅，就是迄个卡斯是安怎安尼。拄仔老师有小解，就是讲，叫做侨安腔啦，就是若是客委会诶分类，伊是叫侨安腔安尼。但是我较佮意伊用诶是客语安尼，因为伊其实甲咱即个客委会诶即个分类，其实甲中国诶迄个侨安其实无啥物共款啊安尼，因为伊迄个腔口就是已经无共款啦安尼，就是讲因迄边诶侨安吼，伊讲顺续教大家就是讲因诶迄个我、你甲伊吼，伊迄边诶人讲我。应该先讲倒位，就是讲，咱婚姻这边会讲爱，hen，鬼，就是拄着鬼的迄个鬼，安尼就是伊是鬼。但是若是正版的侨安腔，因是讲，爱啦，啦，甲居啦，安尼居啦，吼。所以其实大家知影听起来就知影讲哦，鬼甲居。其实都足无共款啦，佮有hen甲其实完全是无共款安尼，所以我是较介意用婚姻的客语，而且即个婚姻的客语其实伊是台湾一个真好的宝贝安尼，因为伊就是台湾独有安尼嘛无够，就是伊无够1万人会晓讲安尼，吼所以拄仔就是我放阮迄个乐团的歌安尼伫 YouTube 去找，就是蒙迪加含高条王，就会当找着安尼我是毋知甲爱系蒙迪加安尼好来小解我的乐团我的团员我的团员是我是伫遮这是阮去参加迄个今年的迄个原创音乐大奖时阵翕的安尼。好我的团员阮拢是独一个囡仔安尼，但是阮的爸爸也是妈妈拢甲婚姻，就是讲婚姻有关系安尼。这是我即个插腰的即个是贝斯手春琪安尼伊是张廖的，伊是议论的，爸爸是议论人。鼓手是阿毛伊的爸爸是伦培姓李的。吉他是阿文伊妈妈是中华的演前的人安尼，姓詹安尼。好，我是爱安尼好所以就是讲，为虾米阮要做即个物件就是为虾米要找人来做即个物件？因为我头先有一个乐团安尼我就是我即马有2个乐团一个乐团叫做笑路卡啦这是我第2个乐团好我就是用即个吼，我是用客语来去拍的，就是讲伊是安怎讲的，伊就讲找要甲找了离间事情，吼找要甲找离间事情，就是讲我去台北，因为我大学是读台北的学校安尼，我大学是读台北的学校对就是讲。
因为以前就是因为阮爸爸妈妈拢是做老师，所以就是就是较严格安尼，所以我以前就足爱耍音乐的，但是我拢偷偷来安尼，就是敢有画面？即马敢有画面？敢啊，你讲什么画面？有啊，有 PPT 啊。有人有有吼。 PPT，伊讲我是啥物人，都市人、台湾人、少年人，即张 PPT。嘿嘿嘿，我即马无去啊，哦，就是讲，我去台北了，我才开始，就是有选乐团啊，有真济的即个乐团的即个比赛的环境安尼，我就开始就是想要写台语歌安尼，啊，后来就是慢慢啊，就是因为爸爸有，就是讲伊有送我一本就是客人的册安尼啊，缓缓悄悄的就发现讲是客人安尼，所以。阮就是会去想讲，我就是想讲，我是啥物人？我做即个物件是安怎安尼啊？所以我就问我家己讲吼，爱系无三人吼，爱系无三人吼，迄都市人，和迄台湾人，和迄少年人安尼啊，就是讲，过来就是正边即个相片就是。正面即个相片就是阮兜的即个开机组的即个梦，阮兜的即个开机组就特别的，伊是查某的，对，就是查某人真厉害安尼，伊就是一个某带三个囝来斗南，就是婚礼的斗南开机安尼，所以即个梦，即个开机组是我想要做婚礼的客语的上重要的元素，也是讲原因，就是为着伊安尼。对，吼，啊，过来就是讲统计啦，吼，就是讲为虾米吼，为虾米想要做即个卡书的即个歌安尼啊？阮是讲卡书啦，毋是讲学法啦，因为因为就是讲吼书吼，就是发，就是话的意思啦。这要安怎？怎么解说咧？就是讲较早以前的客语是讲诗情的诗，安尼，就是讲伊卡书，就是讲即个书其实就是诗情的诗安尼。吼，譬如讲你甲人冤家是草诗，大家毋知影客语无？就是这台语要安怎讲咧？就是讲。吼，比如讲有何贵事啊？迄个事其实就是话的意思啦，就是讲你有啥物话啦，啊话就是事的意思啦，安尼。所以，婚礼的客语伊保留真古早，因为亲传来，所以受到迄个广东话的迄个影响，也是讲台语的，也是河洛话的即种影响较少，所以伊保留迄种真古的迄种诗的即种音安尼，因毋是讲话安尼，所以因是讲卡诗，毋是讲客话安尼。就是讲我为虾米想要做卡诗的歌，因为就是我感觉即个物件是一个老厝啊。老厝家己的老厝，若是无人整理，嘛是会有人整理，但是一定是无家己来去整理的遐尔啊好势安尼。啊，过来就是讲，为虾米我想要转去婚礼安尼？因为我感觉即个老厝真重要啊！我感觉讲，若是我阁无去甲伊保存，还是讲我无去做即个代志，伊就会无去安尼，就是可能10年后就会无去安尼。啊，过来就是讲，我想要做，就是甲台湾有关的事工安尼。好啊，正边即个相片是我去我入围金曲奖，就是对，卡啦天台啦，安尼天台啦，安尼就是讲有一个茶会啦，安尼入围的一个欢迎会。好啊，过来就是讲，我过来就是小卢卡拉了后，就是讲我真感谢我小卢卡拉的团员安尼。啊，过来就是讲，我就发现讲，团员。若是即个物件是家己的，就会较要义安尼。所以阮的团员其实拢甲婚礼有关系安尼。所以学起来即个卡书就袂遐尔啊讲，这是别人的物件啊，这是安怎？这甲我无伫，这甲我无伫代安尼。所以
就是会较要义，还是讲会较就是讲这就会感觉讲是家己的代志安尼，这真正是有差诶安尼。对，所以我就想讲，为虾米是用就是创一个新的团，啊，甲夏鲁卡拉无关系？因为夏鲁卡拉是做实验的，就是讲甲婚礼的契机其实较无关系安尼。啊，过来就是讲团员伊原本的即个生活的环境啊，甲婚礼，也是甲咱中部的即个物件较无关系安尼。所以，做起来其实就是讲，若是做用一个品牌来去做的，安尼会伤过复杂安尼。对，所以就是讲，阮拄着的即个问题，就是讲，为虾米你要写卡斯的歌？这个问题是等下回答，等下回答，就是讲，为虾米要写卡斯的歌？我写华语，还是讲我写台语歌，毋是就好啊？为虾米我要写卡斯的歌安尼？因为我感觉即个物件就是讲。若是咱无去做，安尼就无啊！所以我感觉即个物件，即个语言是真好耍诶。我对即个物件有兴趣，所以我就做即个物件安尼。啊，过来就是讲书写诶系统，就是你到底爱用台罗，还是爱用通用，还是爱用你爱用啥物款诶输入法？其实即马咱即个安怎讲？台语歌是客语歌，其实伊用的即种的物件，就是较无标准化安尼，所以，若是讲少年人爱有，尤其是就是有受到就是罗马字即个培养的，就是讲会用即个罗马字，真正是差真济啦。毋管你要找资料，还是讲你要写歌，你要写物件，就是即个书写的系统其实是足重要的安尼。啊，过来就是讲。就是台语乐团的成员应该爱具备的即个能力。我感觉就是讲上好啦。你若是讲乐团，因为我感觉是安尼，就是讲歌手甲乐团上大的无共款，就是乐团有4个人，歌手干若1个人安尼，啊是4个人5个人，就是讲伊一定是2个人以上嘛，就是乐团安尼。所以我感觉就是讲迄个力量是较大的啊。你若是爱发挥迄个力量，就是讲上好团员拢爱有即个，我感觉爱有比的即个能力啦。就是讲，像阮即马团员嘛是去考客语的考试啊，嘛是有去考迄个咱的台语的考试安尼。因为我认为即个物件就是你才有法度去讨论歌词啦，才有法度就是大家做伙来写歌安尼。所以我感觉就是乐团甲歌手上大的差别，就是乐团的成员会当讨论啊，有无共款的迄种的方向来去书写安尼。啊，过来是讲，这爱用客语念，就是讲，前途加前途，就是讲，这个物件，这个物件无法度甲伊商业化安尼，这个物件。的确是，就是讲，少年人伊可能大学的时阵伊无即个压力，但是伊出社会了后，就是无安尼。所以即个物件确实是，譬如讲咱讲文化部当年会办迄个原创音乐大奖嘛，其实有侪的即个入围者，伊为即个192004年办甲奖是已经有17档、18档的时间安尼，所以敢有2004，好，对，7档的时间，所以，但是你去看迄个名单，遐个人，遐写歌的人，敢有几个人是真正行在后壁？就是讲，因17、18年前进前的人，因敢有法度，就是讲，比一个比赛，伊摕着奖，伊有法度，就是继续来去做即个物件。所以，即个物件其实是。佫爱来去检讨，爱去来去思考的，就是讲，为虾米有即种无语的即种活动，还是讲即种比赛，但是要是真困难，无法度讲靠即个物件趁食安尼，对，所以我就会想到即个问题。啊，过来就是讲，要啥毋伫献策要改啊，就是讲别人毋
毋知影你做啥物物件啊，譬如讲你的团员啊，是讲你的行销，就是讲伊要写案的人啊，客户案的人啊，是讲吼采伫个向心，因为譬如讲我去婚礼，就是阿嬷阿伯、阿姆阿伯吼，我是上我上因就会问讲啊，你来创啥安尼？你就是讲，因为感觉讲你咧费泪安尼啦，就是对，所以就是讲真多谢会当，就是讲即个社会对学生要是较包容安尼。你若是无甲伊讲你是你是学生，伊就会感觉讲你是毋是吼要来要来偷摕物件是安怎？就是讲对外人也是讲对你讲你是我是写物件安尼，也是讲对，就是讲因可能无法度理解啦安尼对。好啊，所以就是讲我要准备嘛，我要准备转去婚礼安尼，我要准备啥物物件安尼，吼，所以就是讲肖路卡啦，即个物件其实是我比如讲罗马字即个物件，阮肖路卡是用罗马字来去做即个主要的即个语言嘛，所以就是讲出专辑无出过，但是有一遍了后，就知影讲要安怎去处理啊安尼，所以肖路卡啦的即个工课嘛是诚好安尼，啊过来就是讲即个 IPA 吼，毋是酒哦，吼，就是 IPA 是即个语言咱的即个音标安尼，就是其实有诶时阵你去，就是我伫论辈是议论诶时阵，听着长辈伊讲诶，无定着是课本写，因为其实课委会伊诶迄个课本本了足奇怪，伊就是教迄个物件，你无法度，你客语诶学诶，你客委会迄套你去学诶，你去在地别人就甲你哈，安尼伊就会感觉讲足，伊就是要是阁有改进诶所在，因为因是用迄个死言落去改诶，安尼，因为因有真侪物件拢是台语化去啊，所以因就感觉讲即个物件无正统安尼，所以因改诶，就变做讲毋正样安尼，就是讲毋是死言啊嘛，毋是原本诶即种卡数安尼，所以学习即个 IPA 其实足重要，因为你会当去听讲吼。到底即个正确诶物件是安怎诶？譬如讲，若是客委会吼，安怎因会讲永驻，因会足清气讲永驻安尼。但是你若是去婚礼，伊会讲养驻安尼，伊就会伊就是无共款，伊就养去啊，但是是永驻安尼。所以，就是学习诶时阵，就是拄着真侪诶困难嘛，因为你要写即个歌，其实就是爱开真侪时间，爱去了解即个语言安尼。啊，过来就是讲研究所诶课程安尼，我感觉阮系咱系，就是讲台语系诶即个训练其实是诚好，因为伊有民俗诶物件、甲语言诶物件、甲文学诶物件，其实即个物件加起来，就是讲互创作其实是会有足饱甜诶迄种底底安尼，就是讲伊会当去互你诶迄个世界观搁较宽啊，你嘛有法度去应付讲我要做台语创作，还是讲客语诶创作有真好诶一个能量安尼，一个真好诶 support。啊，过来就是讲即个书类诶即个文本啊，吼，即个文本其实嘛足重要安尼，所以我有一个兴趣，就是讲我真爱去旧册店去看一寡迄个书类诶册。啊，过来就是论文集，我做就是照安诶即个物件，我看真侪就是论文安尼，就是讲因为客会开真侪钱甲时间甲人，就是去做。婚礼的客语的即个收集安尼，所以就是别人已经辛苦过啊，就感谢啊，甲即个物件好好啊运用安尼。正平即个是阮阿公转去啊，所以我就讲所有学生拢是为转去，拢是转去做准备。好啊，就是讲吼
总体的问题啊，是讲在地问题是啥物啊？就是讲学歹趁食啊，少年人就是出偌济啊。过来就是讲因对这卡斯较无希望啦，吼，无希望安尼。过来就是讲吼，真济，因为阮就是爸爸妈妈真济婚龄的出外人啊，譬如讲台北啊，是台中啊，是高雄，其实拢真济。所以其实转来少年人拢毋是转来，就是讲阮爸爸是婚龄，阮妈妈是婚龄人，所以我甲即个物件有感情。但是这敢是即个物件，敢是讲迄个物件都是婚龄的？所以这个物件嘛是会当去思考的一个物件，因为对我来讲，迄是阮爸爸的故乡，但是我敢是婚龄人，但是我伫台中出世啊，我就是伫台中读册啊，可能妈妈嘛毋是婚龄人啊，阮妈妈台中人啊，所以就是讲，即个物件其实是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因为其实婚龄的少年人真少啊，但是到底你创作你要徛伫倒一个即个物件啊，在地是毋是有认同？这就是真趣味的代志。以前拢讲中国啊，吼有啥物乡愁啊，有啊，是讲我是外省的，我是49移民安尼。但是我感觉这个物件伫台湾嘛是有出现啊，因为像我就是我过年的时阵拢当婚礼嘛，就是阮爸爸的兜，但是我平常时我拢住台中啊，安尼我是啥物人？安尼我要安怎定义我家己？对，所以这是书写的一个爱去思考的一个物件安尼，对。好，过来就是讲，爱安怎去做一个就是客语的专辑安尼，所以我就会鼓励大家讲，会当去阅读啊，就讨论书写。我感觉这个物件拢有帮忙，像拄仔武雄老师有讲的安尼。过来就是讲，束缚伊眉开错了，就是讲去甲中辈开讲，其实真好，安尼就是因的，就是譬如讲你会当练客语，也是讲你会当练台语，你嘛会当就是甲一寡你的一寡人生的哲学，迄嘛会当来讨论甲分享安尼。第三个就是讲，因为我就介意 rock and roll music，为虾米 rock and roll music 我就介意？因为伊拢会去关心社会，佫会批判甲家己的思考安尼，所以我感觉这个物件是真好的一个物件安尼。好，过来就是讲，我有安怎想法安尼，我有价会创啥安尼？就是讲，我应该会做英文版的，就是讲会出双专辑的方式啦。就是讲原本的即个曲就是用词安尼，就是讲保留客语的词，还是台语的词，曲歹势曲，去改做英文版安尼，就是讲加迄个英文的歌词。有共款的物件，已经伫小卢卡拉有出来安尼。我认为这物件是一个。因为即马病毒啦，无法度，无这其实是一个真好的，就是讲，譬如讲你要去国外的 music festival 啊，你就是因较爱即种物件，都是英文的物件安尼。所以其实我足鼓励大家，就是讲，毋是做，就是讲你做啥物语言，你的市场都是会伫对啦。所以你若是做华语歌，你的市场就是伫中国，因为因有。真济人安尼伫遐你若是要做英语的，你就会去英语的所在安尼。所以对，就是安尼。过来就是讲爱做真济，就是影片啊，就是讲我感觉 audio 甲 video 其实伫即个时代是分袂开啊。就是讲其实讲我要做音乐，还是啥物物件，其实就是无遐尼讲一定是做 audio 尔安尼，其实你嘛是爱做影片安尼。好，过来第三个就是我搁咧想，正边即个图是我甲迄个阿毛，就是鼓手的阿嬷翕相安尼逐摆阮差不多一个月就会转去一摆，去找阿嬷开讲安尼，就是阿嬷足活泼的，拢会讲笑话安尼。好，我会分享
就是到遮啊，我要送大家，就是这是三无离记，就是十六章第7节安尼，就是讲二喜看外表，双子看内心啊，所以就是讲莫管别人安怎想，就是讲认真做好家己的代志，啊，慢慢啊做安尼。就亲像我拄仔迄条歌内底，就是讲条条著作，天车成功，安尼就是慢慢做，一定会成功。好，所以我甲我的迄个 monitor 关掉啊。刷落来就是讲，我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拄仔讲。你爱把握时间较紧诶，因为已经晚，你爱较紧。好，就是这是语言的册安尼，就是我有真侪语言的册啊，就是比如讲去准备的时阵，就会有去找即种，就是安尼敢看有对，就是讲我伊有调查，就是讲少年人啊、老人啊是中年人，伊对即个卡斯的认同啊，也是讲伊有写迄个，就是讲伊的参政啊，啥物政安尼啊，因的故事安尼，所以其实写歌的时阵，就是爱去做即个调查安尼，啊，过来就是我感觉就是文化人类学真重要安尼，因为其实这嘛是算一种田野调查，就是写歌的时阵嘛是一种，所以即种的物件，即种的知识其实嘛是真重要安尼，所以我感觉讲咱台语系其实会当买一本来读，也是讲对，所以有的时阵。对，譬如讲，就是会去收即种就是俗语啊，客语的俗语，也是台语的俗语，我嘛会去收集安尼。对，好对，这是本老师的台语文学选，我感觉内底有真侪真趣味的物件，互我真侪写歌的灵感安尼。对，好，安尼。我的报告就结束啊，大家会当去找少女卡拉，少女就是少男少女的少女，卡拉 OK 的卡拉啊，加高挑王安尼，就是拄仔大家看到的迄个。好，安尼就差不多啊。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大家辛苦咯。迄个今仔日啊3场拢真精彩嘛迄个。角度拢完全无共啦，咱会当看到讲，逐个人的背景无共啊做社会运动的背景，讲出来就是社会运动者的迄个背景，有无做事的迄个武雄老师伊就有武雄老师伊家己的迄种经验足精彩。志家咧志家就是伊有伊家己少年人咧做乐团的迄种少年人的志气甲决心，对吧？伊嘛是研究生，所以即马读册嘛摕来甲大家分享，对吧？所以咧即个咱即马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咱先小解一个人，迄个吴医师你会当吴景如医师啦吴医师啦你是甲大家会唱一下好无？吴医师就是迄个伊的笔名叫陈雷啦我甲我一寡来听学生讲者，就是咱上课时讲的迄个乡树宝记啦迄个就是这个册啦这个册即个作家啦台湾真重要的作家咱上课讲到迄个陈雷老师就是伊啦，就是吴医师安尼。好咱今仔日就是时间的关系啦我先甲大家讲若有要离开的，当先离开啦若要问问题，武雄老师你毋知影伫现场无？武雄老师，我有啦武雄老师甲志家拢有伫遮啦，所以大家若有要问问题，若有问题要问两位的咱就来即马来开放问问题，好无？好，有无？请举手啦举手就是你的迄个。你的画面遐试迄个举手嘛来，迄个梁杰老师林梁杰老师是。